专辑点击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__________为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上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佛国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离罗树园，与大比丘众8000人聚，菩萨32000，众所知事，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诸佛威神之所建立，为护法成，受持正法，能知子吼，名闻十方，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少龙三宝，能止不绝，降伏魔怨，治诸外道，悉以清净，永离盖缠，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念定总持，辩才不断，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方便力无不具足，逮无所得，不起乏忍，以能随顺，转不退轮，善解法相，知众生根，盖诸大众，得无所谓，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言身色相第一，舍诸世间所有事好，名称高远，于虚弥，深信坚固，犹若金刚，法宝普照而与甘露，于众言音微妙第一，深入元气，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于习，言法无畏由师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无有量，已过量，集众法宝，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意，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所行，尽无等等佛自在会实力无畏18不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以现其身，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应病与药，令得福行，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佛土皆严净，其见闻者无不蒙益，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法自在王菩萨法相菩萨光相菩萨光严菩萨大严菩萨宝积菩萨辩积菩萨保守菩萨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常下手菩萨常叹菩萨喜根菩萨喜王菩萨辩音菩萨虚空藏菩萨持宝具菩萨宝永菩萨宝剑菩萨地网菩萨明网菩萨无缘观菩萨慧积菩萨宝胜菩萨天王菩萨坏魔菩萨电德菩萨自在王菩萨功德相延菩萨狮子吼菩萨雷音菩萨山相击因菩萨相向菩萨白相向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妙声菩萨华严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士菩萨梵网菩萨宝藏菩萨无胜菩萨阎土菩萨金济菩萨诸济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如是等32000人，复有万梵天王师气等，从于四天下来诣佛所而听法，复有12000天地，亦从于四天下来在会坐，
并于大威力诸天龙神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头、罗迦等悉来会作。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作。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必于一切诸来大众。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积，于500长者子，具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供养佛。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又此3000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目真林佛山、摩诃目真林佛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悉现于宝盖中。又十方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叹未曾有，合掌礼佛，瞻仰尊严，目不暂舍。于是长者子宝积即于佛前以偈颂曰：目净修广如清，莲心净以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偈，故稽首偈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法王法力超群生长一法，才施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一而不动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说法不有义，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道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往始，在佛树立降摩得甘露灭绝，道成以无心，亦无受行而息，摧伏诸外道，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到此为正三宝，于是现世间，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寿不退长。既然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离法，海得无边毁誉，不动如虚拟于善不善等，以慈心行，平等如虚空熟，闻人宝不净成金凤。世尊此威盖于中现我3000界诸天龙神所居功乾闼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世化，遍众睹悉有皆叹佛今我稽首三界尊大圣法王，众所归敬心观，佛弥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斯得神力不供法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与斯得神力，不供法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普得受行或其力斯得神力，不供法佛以一因演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思，则神力不供法稽首实力大，精进稽首以得，无所谓稽首助于不供法稽首，一切大导师稽首能断众结，复稽首以道于彼岸，稽首能度诸世间，稽首永离生死道悉知，众生来去相善，于诸法得解脱不的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尔时，长者子宝积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500长者子，皆已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闻得佛国土清净，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佛言：善哉宝积，
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于是宝积及500长者子受教而听。佛言：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宝积当知，实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成众生来生其国。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32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37道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3恶8难。自守戒行不羁比却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中妖大复犯行所言成地常以软语眷属不离散和正诵言必饶益不及不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如是宝积，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易调伏，随易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尔时，
舍利弗，成佛为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普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实亦岂不净？而是佛普不净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对曰：不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救。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普严净，非如来救。舍利弗，我此普净而汝不见。尔时，罗辑梵王与舍利弗，勿作是意。为此佛普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普清净，譬如自在天宫。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经，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罗辑梵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弗，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普清净。于是佛以足指暗地，即13,000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作宝莲华。佛告舍利弗：汝且观是佛普严净。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普严净悉现。佛语舍利弗：我佛国普常净若此，为欲度私下劣人故。世事众恶不净土耳。譬如诸天供宝器时，随其福德梵色有异。如是。舍利弗，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宝积所将500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84000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设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求生闻成32000天及人，知有为法皆悉无常，远尘离垢，得法眼净。8000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一解，方便品第2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为摩羯，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逮诸总持，或无所谓，降魔劳怨，入深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去，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殊，决定大成，诸有所作，能善思量，诸佛威仪，心大如海，诸佛资阶，弟子示范是诸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尽，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依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得3戒，是有妻子，常修梵行，
现有眷属，长乐远离。虽服保释而以相好延伸，虽复饮食而以禅悦慰慰。若是博弈细处者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是典长乐佛法，一切见境为供养中罪。持持正法摄诸常诱，一切至生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由诸四渠饶益众生。入至正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成。入诸学堂又开同盟，入诸淫舍是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长者，长者中尊，未说圣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若在沙利，沙利中尊，教以人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是以忠孝；若在内官，内官中尊，化正宫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利；若在梵天，梵天中尊，会以盛会；若在地势，地势中尊，视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长者为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其以方便现身有疾，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于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其王者为摩诘因以身极广为说法，诸人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诸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是身如锯末，不可脱磨；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盐，从可爱生；是身如芭蕉，终无有间；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未须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相，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谓如地；是身无我谓如火；是身无受谓如风；是身无人谓如水；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是身不净，秽恶充满；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早欲一时，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疑病恼；是身如丘井，为劳所逼；是身无定，为要当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惧，因借诸路所共合成。诸人者，此可幻验，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知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不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
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37道品生，从止观生，从十力四无所谓18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诸仁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长者为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弟子品第三耳时，长者为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名不垂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义为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意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灭，是为宴坐。若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使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故我不任意彼问疾。佛告大目犍连：汝行义为摩诘问疾。目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入毗耶离大城，于理相中，为诸居士说法，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夫说法者，当如法说。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既断故；法常既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法无形相，如虚空故；法无细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诸实故；法无有彼，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为大目连，法相如是，其可说乎？
夫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视，为幻人说法，当见是义而为说法。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挂碍，以大悲心，赞于大成，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为摩诘说是法时，800居士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无此变，是故不任一笔问及。佛告大迦叶：汝行亦为摩诘问及。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贫里而行起，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大迦叶，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从贫起。迦叶，住平等法，应次行起时，为不实故；应行起时，为坏和相故；应取揣时，为不受故；应受彼时，以空具象，入于聚落，所见色与盲等，所闻声与响等，所嗅香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诸处，如是正，知诸法如幻相，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迦叶，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以一实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间，非住灭。其有失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迦叶，若如是时，为不空实人之师也。使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及于一切菩萨，身体净心，复作是念：斯有佳名，辩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谁闻此不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从事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是故不任一笔问及。佛告须菩提：汝行亦为摩诘问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入其舍，从起时，时为摩诘取我钵，盛满饭，为我言：为须菩提，若能于时等者，诸法亦等；诸法等者，于时亦等。如是行气，乃可取时。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亦不语句，不坏于身，而随衣香，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以五逆香而得解脱，亦不解不复，不见四谛，非不见地，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时。若须菩提，
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末迦离居舍离子山叶毗罗之子阿多赤舍亲婆罗迦罗鸠陀迦瞻延尼坚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时。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同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正三昧，一切众生亦得是定。其师汝者，不明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牢狱。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时。时我世尊闻此语茫然，不识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至钵欲出其舍，为摩诘言：为须菩提，取钵勿惧，于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人，若以是世劫，宁有惧怖？我言：不也。为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说，不离事相。至于智者，不得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解脱相者得诸法也。为摩诘说是法时，200天子得法眼净，故我不任意彼问及。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汝行亦为摩诘问及。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心学比丘说法。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富楼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吾以会时，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吾以琉璃同比水晶，汝不能知众生根源，吾得发起以小乘法，彼自无荒，勿伤之也。欲行大道，莫视小径。吾以大海，内于牛机，吾以日光，等彼荧惑。富楼那，此比丘久发大乘心，终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时为摩诘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食宿命。曾于500佛所执众得本，回向阿多罗3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诸比丘稽首礼为摩诘足。时为摩诘因为说法，于阿多罗3藐三菩提不复退转。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是故不任意彼问及。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亦为摩诘问及。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
我即于后敷衍其意，谓无常亦苦亦空亦无我亦寂灭亦，实为摩诘来为我言。为迦瞻言，吾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五受因动达空无所起，是苦义。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义。说是法时，彼诸比丘心得解脱，故我不任一比问及。佛告阿那律：汝行亦为摩诘问及。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一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与万梵俱，放净光明，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3000大千世界，如观掌中摩勒果，实为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那律，天眼所见，未作香耶？无作香耶？假使作香，则与外道五通等。若无作香，即是无为，不应有见。世尊，我实默然。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即未作礼而问曰：是孰有真天眼者？为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于是严净梵王及其眷属500梵天，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礼为摩诘足矣。忽然不现，故我不任一比问及。佛告优波离：汝行亦为摩诘问及。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昔者，有2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为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会，得免思究。我即为其如法解说，实为摩诘来为我言：为优波离，吾众增此2比丘罪，当执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名有垢不？我言：不也。为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为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言如
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其之死者，是名凤律；其之死者，是名善解。于是二比丘言：上至哉！是优波离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我即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治其乐说之辩，其智慧明达未若此也。十二比丘一会即除，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意比问及。佛告罗穆迦头：罗，汝行亦为摩诘问及。罗穆迦头：罗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意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七时，毗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为罗穆迦头，罗，汝佛之子，舍转轮王位出家未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力？我即如法未说出家功德之力，实为摩诘来为我言：为罗穆迦头，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力，所以者何？无力无功德，是未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力有功德。夫出家者，谓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力无功德。罗穆迦头，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62见，处于涅。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五道，尽无言，得五力，力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系者，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于是为摩诘与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事难执。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为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尔时32长者子，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意比问及。佛告阿难：汝行亦为摩诘问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意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七时，世尊身巧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亦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难，何为臣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巧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为摩诘言：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疾？当有何恼？莫忘。阿难，勿忘如来。莫使一人闻此言，
吾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持也。外道犯智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己不能救，而能救诸其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私欲身。佛谓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当有何恼使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尽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汝勿谈。世尊，为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一笔问及。如是500大弟子，个个向佛说其本源，称述为摩诘所言，皆曰：不任一笔问及。菩萨品第4。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行亦为摩诘问及。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得之行，实为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人者记，一生当得阿多罗3藐3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于正位中，亦无受记，亦无得阿多罗3藐3菩提。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未从如生得受记耶？未从如灭得受记耶？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如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所以者何？夫汝者，不二不异。若弥勒得阿多罗3藐3菩提者，一切众生皆亦应得。所以者何？一切众生，即菩提香。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应灭度。所以者何？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即灭香，不复更灭。是故弥勒，吾以此法诱诸天子，实无发阿多罗3藐3菩提心者，亦无退者。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既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不观是菩提，离诸缘故，
不行是菩提，无意念故；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是菩提，离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诸愿故；不入是菩提，无贪着故；顺是菩提，顺于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智是菩提，智实际故；不二是菩提，离异法故；等是菩提，等虚空故；无为是菩提，无生住灭故；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不会是菩提，诸路不会故；不可是菩提，离烦恼习故；无处是菩提，无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画是菩提，无取舍故；无乱是菩提，常自净故；善记是菩提，性清净故；无取是菩提，离贪缘故；无义是菩提，诸法等故；无比是菩提，无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世尊，维摩诘说是法时，200天子得无生法忍，故我不任一笔问疾。佛告光颜童子：汝行一维摩诘问疾。光颜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一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出体耶离大城，时维摩诘方入城，我即为作礼而问言：居士，从何所来？答我言：吾从道场来。我问：道场者，何所是？答曰：实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身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谬故；不知是道场，不忘报故；持戒是道场，得愿具故；忍辱是道场，于诸众生心无爱故；精进是道场，不懈退故；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故；智慧是道场，现见诸法故；慈是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疲苦故；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增爱断故；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解脱是道场，能被舍故；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四摄是道场，摄众生故；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37品是道场，舍有为法故；地是道场，不狂世间故；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诸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降魔是道场，不轻动故；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诸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碍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事故。如是
善男子。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住于佛法已。说是法时，500天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持世菩萨：汝行亦为摩诘问及。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住于净室，时摩波群从12000天女，状如地势，鼓乐弦歌，来诣我所，与其眷属，稽首我足，合掌恭敬于一面立。我亦为是地势而与之言：善来，施家虽福应有，不当自恣，当观五欲无常，以求善本，于身命财，而修兼法。即与我言：正是受是12000天女，可备早早。我言：施家无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杀门世子，此非我宜。所言未弃，实为摩诘来为我言，非地是也，是为魔来扰故如耳。即与魔言：是诸女等，可以于我，如我应受。魔即惊惧，念：为摩诘将无恼我，欲引行去而不能引，尽其神力亦不得去。即闻空中声曰：波群，以女与之，乃可得去。魔以为故，养儿女。尔时，为摩诘与诸女言：魔以汝等于我，今汝皆当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随所应而为说法，令发道义。复言：汝等已发道义，有法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乐也。天女即问：何谓法乐？答言：乐常信佛，乐欲听法，乐供养众，乐离五欲，乐观五阴如怨贼，乐观四大如毒蛇，乐观内入如空惧，乐随护道义，乐饶益众生，乐敬仰师，乐广行施，乐坚持戒，乐忍辱柔和，乐勤积善根，乐禅定不乱，乐离垢明慧，乐广菩提心，乐降伏众魔，乐断诸烦恼，乐尽佛国土，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乐言道场，乐闻身法不畏，乐三脱门，不乐非时，乐尽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秽爱，乐将护恶之事，乐亲近善之事，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品之法，是为菩萨法乐。于是波群告诸女言：我欲与汝俱还天宫。诸女言：以我等于此居士，有法乐，我等甚乐，不复乐五欲乐也。魔言：居士，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于彼者，是为菩萨。为摩诘言：我已舍矣，汝便将去，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于是诸女问为摩诘：我等云何止于魔宫？为摩诘言：诸子，
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中不尽。如是诸子，夫依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义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汝等虽著魔功，以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益一切众生。尔时，天女头面礼为摩羯族，随摩孩宫，忽然不现。世尊，为摩羯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辩才，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长者子善德，汝行亦为摩羯问及。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自于复舍设大施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期满7日，时为摩羯来入会中，谓我言：长者子，夫大施会不当如汝所设，当为法师之会，何用适才施会位？我言：居士，何谓法师之会？答曰：法师会者，无前无后，依时供养一切众生，是名法师之会。曰：何谓也？谓以菩提，起于慈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以摄天贪；起檀波罗蜜，以化犯戒；起尸罗波罗蜜，以无我法；起忏提波罗蜜，以离身心香；起毗梨耶波罗蜜，以菩提香；起禅波罗蜜，以一切智；起盘惹波罗蜜，教化众生；而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是现受生；而起无作，护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众生；起四摄法，以净示一切；起除慢法，于身命财；起三间法，于六念中；起思念法，于六合境；起智执心，正行善法；起于净命，心净欢喜；起尽贤圣，不憎恶人；起调伏心，以出家法；起于身心，以如说行；起于多闻，以无正法；起空闲处，去向佛会；起于宴坐，解众生缚；起修行地，以具相好极净佛土；起福德业，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起于智业，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香门；起于慧业，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业，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诸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为法师之会。若菩萨住是法师会者，为大施主，亦为一切世间福田。世尊，
为摩诘说是法时，婆罗门众中200人，皆发阿多罗3藐三菩提心。我时心得清净，叹未曾有。稽首礼为摩诘族，即解璎珞，价值100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愿必纳受。随意所语，为摩诘乃受璎珞，分作2分，11分施此会中一对下起人，11分奉彼南圣如来。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南圣如来，又见诸鹰在彼佛上，变成4柱宝台，四面严饰，不相障蔽。实为摩诘现神变矣。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对下起人，犹如如来福田之香，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师。城中一对下起人，见是神力，闻其所说，皆发阿多罗3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意彼问及。如是诸菩萨，个个向佛说其本源，称述为摩诘所言，皆曰：不任意彼问及。文殊师利问及品第5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行亦为摩诘问及。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一切菩萨法事悉知，诸佛秘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虽然，当成佛圣旨，亦彼问及。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示范4天王等，闲坐是念：今2大事，文殊师利为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18千菩萨500声闻100千天人皆欲随从。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尔时，长者为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事者，为置衣床，以及而卧。文殊师利即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衣床。时为摩诘言：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且至是事，居士事急，宁可忍不聊至犹损，不至增乎？世尊质问无量，居士事急，何所因气？其生久如，当云何灭？为摩诘言：从师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
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是即何所因气？菩萨病者，以大悲泣。文殊师利言：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维摩诘言：诸佛国土，亦复皆空。又问：以何为空？答曰：以空空。又问：空何用空？答曰：以无分别空故空。又问：空可分别耶？答曰：分别亦空。又问：空当于何求？答曰：当于62见中求。又问：62见当于何求？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答曰：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又仁者所问：何无事者？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事也。所以者何？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外道者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文殊师利言：居士所及，为何等相？维摩诘言：我病无形不可见。又问：此病身何耶？心何耶？答曰：非身何，身相离故；亦非心何，心如幻故。又问：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得道，亦不离得道。水火风大，亦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应云何谓欲有及菩萨？维摩诘言：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说身有苦，不说乐于灭；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不说毕竟寂灭；说毁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以己之急，敏于彼疾，当时速世无数劫苦，当念饶益一切众生，亦所修福，念于静命，勿生忧恼，常起精进，当作医王，疗治众病。菩萨应如是谓欲有及菩萨，令其欢喜。文殊师利言：居士，有及菩萨云何调伏其心？维摩诘言：有及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何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又此病起，皆由着我。是故于我不应生者，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众生想，当起法想，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彼有及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
此法降者，亦是颠倒。颠倒者是极大患。我应离之。云何谓离？离我所。云何离我所？谓离二法。云何离二法？谓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云何平等？谓我等灭等。所以者何？我即灭，此二皆空。以何谓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无决定性，得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即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正也。摄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谓有攀缘。从有攀缘则谓病本。何所攀缘？谓之三界。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谓离二见。何谓二见？谓内见外见，是无所得。文殊师利，是谓有即菩萨调伏其心，为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即所修治，谓无慧力。譬如圣愿，乃可谓勇。如是间除老病死者，菩萨之谓也。彼有即菩萨，应复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观时，于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所以者何？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于生死有疲厌心。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缚也。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如佛所说，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起缚。何谓缚？何谓解？贪着禅谓是菩萨缚，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又无方便会缚，有方便会解。无会方便缚，有会方便解。何谓无方便会缚？为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护，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会缚。何谓有方便会解？为不以爱见心庄严佛护，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会解。何谓无会方便缚？为菩萨助贪欲会邪见等诸烦恼而执众得本，是名无会方便缚。何谓有会方便解？为离诸贪欲会邪见等诸烦恼而执众得本，回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会方便解。文殊师利，彼有即菩萨，应如是观诸法，又复观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虽身有疾，常在生死，
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又复观身，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是名为慧。摄身有极，而不永灭，是名方便。文殊师利，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复不住不调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在于生死，不为无行；住于灭，不永灭度。是菩萨行，非凡夫行，非显圣行。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虽过魔行，而现降众魔。是菩萨行，求一切事，无非实求。是菩萨行，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虽观12元气，而入诸邪见。是菩萨行，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是菩萨行，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近。是菩萨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器，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术法。是菩萨行，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犯事。是菩萨行，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虽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虽行只观诸道之法，而不必尽堕于寂灭。是菩萨行，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净香，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说是语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8000天子，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思议品第6耳时，
舍利弗见此，世中无有床坐，作是念：斯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作？长者为摩诘知其意，与舍利弗言：云何？仁者为法来耶？求床坐耶？舍利弗言：我为法来，非为床坐。为摩诘言：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贪趋命，何况床坐？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非有戒律之求，非有欲色无色之求。为舍利弗，夫求法者，不得佛求，不得法求，不得众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道尽正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无细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正灭修道，是则细论，非求法也。为舍利弗，法明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明无染，若染于法，乃至灭，是则染的，非求法也。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处所，若的处所，是则的处，非求法也。法明无相，若随相时，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明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说是语时，500天字，于诸法中得法眼净。尔时，长者为摩诘问文殊师利：仁者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国，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作？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36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香，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佛身长84000由旬，其狮子座高84000由旬，言是第一。于是长者为摩诘现神通力，即时，彼佛遣32000狮子座，高广严净，来入为摩诘室。诸菩萨大弟子示范4天王等，悉所未见，其事广博，悉皆包容32000狮子座，无所妨碍。于毗耶离城，即言伏其4天下，亦不获得，悉见如故。尔时，为摩诘与文殊师利，就狮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当自立身如彼坐相。其得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42000由旬，作狮子座。诸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生。尔时，为摩诘与舍利弗，就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吾不能生。
为摩诘言，为舍利弗，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乃可得作。于是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便得作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事，乃容受此高广之作，于毗耶离城，无所妨碍。又于阎浮提聚落城邑，即四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获得。为摩诘言：为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注释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界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刀立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为应度者，乃见须弥入界子中，是名著不思议解脱法门。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扰于边缘陀，水性之数，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于此众生亦无所扰。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3000大千世界，如陶迦轮者有掌中，至过河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言7日以为一劫，令彼众生谓之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菩萨即复一劫以为7日，令彼众生谓之7日。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一切佛土言世之事，即在一国，是于众生。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智之右掌，飞到十方，便是一切，而不动本处。又舍利弗，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于一毛孔，普使见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吸着口中，而身无损。外诸树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竭尽烧时，以一切火内于腹中，火势如故，而不危害。又于下方过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一佛土，举着上方过河沙无数世界，如持风，举一枣叶，而无所扰。又舍利弗，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或现辟支佛身，或现声闻身，或现地势身，或现梵王身，或现世主身，或现转轮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上中下阴，皆能辨知令作佛声，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于其中，普令得闻。舍利弗，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者，穷劫不尽。是时，
道家业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为舍利弗。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相，非彼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谓若此也。智者闻是，其谁不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谓永绝其根？于此道成，以如拜众，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皆应号泣，声震3000大千世界，一切菩萨，应道心庆，顶受此法。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道家业说是女时，32000天子，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尔时，为摩诘与道家业仁者，十方无量阿僧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教化众生，现作魔王。又迦叶十方无量菩萨，或有人从气手足耳鼻头目髓脑血肉皮骨，聚落成邑，妻子奴婢，象马车乘，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科贝，衣服饮食，如此其者，多是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视之，令其坚固。所以者何？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得力，故现行逼迫，是诸众生如是难事。凡夫下列，无有力士，不能如是逼迫菩萨。譬如龙象兔踏，非驴所堪，是名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观众生品第7尔时，文殊师利问为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为摩诘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谓若此。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相，如热食焰，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间，如电九柱，如第5道，如第6音，如第7情，如13路，如19界。菩萨观众生谓若此。如无色界色，如焦骨牙，如须陀洹身见，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罗汉三毒，如得忍菩萨贪恚毁尽，如佛烦恼习，如盲者见色，如入灭尽定出入息，如空中鸟击，如使女儿，如化人起烦恼，如梦所见已物，如灭度者受身，如无烟之祸。菩萨观众生谓若此。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是观者，云何行辞？为摩诘言：菩萨作是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是即真实词也。行寂灭词，无所生故；行不热词，无烦恼故；行等之词，等三世故；行无正词，无所起故；行不二词，内外不合故；行不坏词，毕竟尽故；行坚固词，心无悔故；
行清净词，诸法性净故；行无边词，如虚空故；行阿罗汉词，破劫贼故；行菩萨词，安众生故；行如来词，得如香故；行佛之词，觉众生故；行自然词，无因得故；行菩提词，等一位故；行无等词，断诸爱故；行大悲词，导以大成故；行无厌词，观空无我故；行法施词，无疑息故；行持戒词，化毁尽故；行忍辱词，护彼我故；行精进词，合复众生故；行禅定词，不受畏故；行智慧词，无不知时故；行方便词，一切示现故；行无隐词，直心清净故；行身心词，无杂行故；行无狂词，不虚假故；行安乐词，令得佛乐故；菩萨之词，谓若此也。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位卑？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何谓位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何谓位舍？答曰：所作福，无所忘。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位，菩萨当何所依？维摩诘言：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处？答曰：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当住度脱一切众生。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答曰：当行正念。又问：云何行于正念？答曰：当行不生不灭。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又问：善不善孰为本？答曰：身为本。又问：身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助为本。又问：无助孰为本？答曰：无助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助本，立一切法。时维摩诘是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赞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变着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尔时，天女问舍利弗：何故去华？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若
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谓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华布者，以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为食，非人得其变。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以离味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皆习未尽，华者身耳。皆习尽者，华布者也。舍利弗言：天指此事，其以久如？答曰：我指此事，如年解脱。舍利弗言：指此久耶？天曰：年解脱，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就？大智而默。答曰：解脱者无所言说，故无于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舍利弗言：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天曰：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为证？便乃如是。天曰：我无得无证，故便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证者，即于佛法未增上慢。舍利弗问天：汝于三乘为何至求？天曰：以声闻法化众生故。我为声闻。以因缘法化众生故。我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我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占卜林，为嗅占卜，不嗅余香。如是若入此室，但闻佛功德之香，不乐闻声闻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示范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室者，闻思上人讲说正法，皆乐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事，时有2年，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舍利弗，此事常现8未曾有难得之法。何等谓8？此事常以金色光照，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明，是谓一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是谓2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常有示范4天王他方菩萨，来会不绝，是谓3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常说6波罗蜜不退转法，是谓4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常作天人第一之乐，显出无量法化之声，是谓5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有4大藏，众宝积满，穷济乏，求得无尽，是谓6未曾有难得之法。此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门人处矣。
人家人。佛宝德宝言宝月宝言难胜，师子想一切历程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世上人念时，即皆未来。广说诸佛密要法藏，说已还去，是为期未曾有难得之法。此是一切诸天阎氏宫殿，诸佛净土，皆于中现。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舍利弗，此是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谁有见思不思议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转女身？天曰：我从12年来，求女人香乐不可得，当何所转？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不。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香，当何所转？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香。云何乃问不转女身？即时天女以神通力，便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舍利弗以天女相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即时天女还摄神力，舍利弗身还复如故。天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舍利弗问天：汝于此梅，当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无如彼生。曰：佛化所生，非梅生也。天曰：众生犹然，无梅生也。舍利弗问天：如久如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还未凡夫，我乃当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无有是处。天曰：我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是处。所以者何？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得当得如何杀？皆为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述故。说有三世，非为菩提有去来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罗汉道耶？曰：无所得故而得。天曰：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得故而得。尔时，维摩诘与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养92亿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佛道品第8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
菩萨云何通达佛道？为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谓通达佛道。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恚，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慢等过；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是行贪欲，离诸染者，是行慧，于诸众生无有慧合，是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是行谦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是行毁尽，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是行慧，而常慈忍，是行懈怠，而修功德，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是行禅位，而善方便，随诸经义，是行慢，而于众生犹如脚凉，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是入声闻，而为众生说为闻法，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是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是入行禅，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是入下见，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是入雷烈丑陋，而得那罗延伸，一切众生之所乐见，是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是有资生，而观无常，实无所贪，是有妻妾才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陷于讷顿，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是入邪计，而以正计度诸众生，现辩入诸道，而断其因缘，陷于孽，而不断生死，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谓通达佛道。于是为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众？文殊师利言：有身为众，无明有爱为众，贪恚痴为众，四颠倒为众，五盖为众，六路为众，七十处为众，八邪法为众，九恼处为众，十不善道为众。以要言之，62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众。曰：何谓也？答曰：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复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悲之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又如执众于空，终不得生。愤攘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犹能发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众。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
则不能得一切至宝。尔时，大家夜叹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快说此语。诚如所言，臣劳之酬为如来众，我等今者不复贪任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无间罪，犹能发一生于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发，譬如根败之事，其余五欲不能复立。如是声闻诸劫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益，永不志愿。是故文殊师利，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所以者何？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正使声闻中深闻佛法力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义。尔时，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言：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利民之事，悉谓是谁？奴婢状图像马车乘，皆何所在？于是维摩诘以记答曰：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法喜，以为其慈悲心，为女善心诚实难，毕竟空寂摄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道品善，知是由是成正，觉诸度法等律，四摄为妓女，歌咏颂法言，以此为音乐。总持之源愿无漏法林数决意，净妙华解脱，智慧果八解之，欲持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欲此无垢人相，马五通持大成，以为车调欲以一心游于八正路相聚以言，容众好事其资，惭愧之上服身心为华富。有七财宝教授以资悉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立四禅为床座，从于净命生多，闻增智慧以为自觉因甘露，法知识解脱位，为将净心一道，欲界品为图，相摧灭烦恼，贼勇健无能，降伏四种魔圣，翻见道场虽知。无起灭世彼故，有生悉现诸国土如日无不见，供养于十方，无量亦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想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诸有，众生类行生，即威仪无畏力，菩萨一指能尽现觉知。众魔视而视，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或是老病死成就，诸群生乐之如，幻化通达无，有爱或现皆尽烧，天地皆动然，众人有常想照，令知无常无数义，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指道其舍化令向佛道经书，尽咒术工巧诸技艺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世间众道法悉，于中出家因义，解人惑而不堕，邪见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时作得水，或复作烽火，劫中有疾易现，作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中毒劫中。有机仅现身作，饮食先就彼机，可却以发与人。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心化，彼诸众生令住无正得。若有大战，阵力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伏使和安。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者，往道于彼免济其苦恼。一切国土中畜生，相识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是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变火中生莲华是可谓稀有，在欲而行禅息，有亦如是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或为义。
中主或作商人，岛国师及大臣，以利众生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因以劝导，知令发菩提心。我心慢者为现，大力士消福，诸贡高令助，无上道其有，恐惧众居前，而为安先师矣。无为后令发道心，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灵，助戒忍慈见虚，共事者现未作，状图伎乐可奇，亦乃发以道心，随彼之所须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利皆能给，足之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既度脱无数，众假令一切佛。于无量亿劫赞叹其功德，由上不能尽谁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除彼，不孝人师名无，智者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耳时。为摩诘为众菩萨言：诸仁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乐说之。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说言：诸仁者，生灭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谓入不二法门。得首菩萨曰：我所谓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谓入不二法门。不菩萨曰：受不受为二。